啊那希腊是发生火烧山，在拍火时是传出意外。在当地时间拜二，有一架拍火飞行机向摔落来，飞行机顶2个人拢不幸过亡。飞机往导火地点喷出了后，向落落去，导火烧起来。希腊一个传出悲剧，一架拍火飞行机在艾维亚岛救火时阵落落去，2名飞行员不幸死亡。这是希腊真济所在爆发野火了后发生的第一件死亡事故。希腊顶礼拜爆发的森林大火继续滚加，东西区一个度假景点罗德斯岛已经撤离超过2万人，按个部分旅宿业者已完就地当地，提供受困旅客协助。Very quickly, we find a line of internet, and we give this line for people to call their houses that they are safe. 这业者饭店部分已经收甲臭灰搭，另外一个餐厅头家更加艰苦，伊的餐厅客家全部烧了了。My life now it's stopping. My restaurant, all everything it's take a fire. 新火起了了，业者是要靠无目屎。希腊经济大部分拢靠旅游业，观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不过，这几年承受疫情影响，再加上极端热浪引起野火，真无简单。转来游客恐惊阁乌有去，极端高温带来影响，连来可坏食物拢挡袂牢。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仙人草最近也拢出现落去、触倒、形状改变的情形。These plants are adapted to this heat, but at some point the heat needs to cool down and water needs to come, and if that doesn't happen, the prolonged exposure to extreme heat without being able to cool down affects significantly the plants. 科学家指出，以前热天亚利桑那州拢落雨，今年当地索诺兰沙漠若要无落雨，可能就影响仙人草。因咧采集样本确认因果关系。特别结束的7月，可能是全球有史以来上热的月份。不过，这恐惊是人类家己造成的苦果。世界气候规划组织自个公布报告，指出人类行为甲极端气候有明确因果关系。科学家表示，目前全球气温平均提悬1.1度，若无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这种长时间这么热挡袂牢的极端高温，恐惊每2年到5年都会出现一摆。公司新闻，徐焕玲报道。